謝大家嘅掌聲，多謝今晚所有嘅 models、dancers， 以及過去幾個月費盡心思、不遺餘力去促成今晚決賽時裝匯演台前幕後嘅所有工作人員，多謝你哋！嗱，喺宣佈賽果之前，我好榮幸可以幫我哋10位嘅 finalist 嘅參賽作品賣第一個廣告，打破創意止於天橋，加強賽後商業化，係 YKTC 其中一個核心思想。所以比賽係要求 designer 一半嘅參賽作品係 showpiece， 另一半係 commercial item。參賽者需要好好把握創意與商業性之間嘅平衡。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我哋今晚10位 dancers 嘅服裝就係由我哋 finalist 設計嘅 commercial item。見到佢哋着住嚟跳舞都揮灑自如，正正代表佢哋嘅設計絕對係可以連繫生活嘅。喺今晚嘅長刊第88頁 YKTC 官方網站、Facebook、IG 同埋 LED wall 上面顯示嘅 QR code 都可以揾到我哋10位 finalist 參賽作品嘅商品目錄。佢哋嘅設計已經上咗架啦，所以今晚睇完比賽，大家就可以即刻返去 online shopping 啦。好啦，嚟到今晚最重要嘅時刻，我哋即將要宣布獎項誰屬。首先有請我哋7位嘅評判到台前，掌聲歡迎。May I please invite our panel of judges to come on stage？現在亦都有請製衣業訓練局主席陳永安先生為我哋勞苦功高嘅評判頒發感謝狀。May I now invite Mr. Roger Chan, Chairman of Clothing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 to present the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to our panel of judges. 我哋都有請工作人員送上感謝狀。我哋再一次俾啲掌聲，我哋10位嘅入圍設計師。其實我哋嘅評判咧都同大家一樣，今晚先至係第一次睇到所有嘅設計作品嘅，要喺咁短時間之內作出決定咧，絕對唔係一個容易嘅 task 嚟嘅。所以不如我哋再借大家嘅掌聲，感謝我哋7位嘅評判。多謝陳永安先生，請陳永安先生同7位評判一齊影返一張大合照。多謝各位，請各位留步，因為青年無職設計師大賽嘅賽果咧已經喺我手上啦。我哋首先會頒發季軍，季軍得主將會獲得獎金港幣1萬元，以及獲得參加首爾考察之旅嘅機會。有請香港羊毛化纖針織業廠商會副會長方淑君小姐為我哋宣佈及頒發季軍獎座。有請方小姐。
季軍係 Vincent 張浩然。恭喜晒 Vincent 張浩然。我哋同時有請張浩然嘅生產贊助明濤國際有限公司嘅代表一同上台接受獎項。張浩然嘅設計主題係 Champion 5 Star Star， 佢嘅主題係將圖書館化為競技場，將奮鬥嘅學子視為學界運動員。系列融合學院同運動元素，禮讚每個為夢想拼搏嘅冠軍。再一次恭喜張浩然，亦都多謝方小姐。我哋各位返回原位，稍等一陣，我哋會再有一個大合照嘅。好啦，現在我哋係時候宣布亞軍啦。亞軍得主將會獲得獎金港幣2萬元，以及獲得參加首爾考察之旅嘅機會。現在有請無職創新及設計協會副主席姜炳蘇先生為我哋宣佈及頒發亞軍獎座。有請姜先生。亞軍係 Luciana 徐露露。恭喜晒徐露露！我哋同時有請徐露露嘅生產贊助香港賽區嘅代表一同上台接受獎項。我哋同時有請利陽針織控股有限公司嘅代表一齊同佢一齊分享呢一份喜悅啊！徐露露嘅設計主題係身體空間感知，透過桂枝實驗，佢將微風、海水、岩石等身體感知轉化為創新嘅紡織品結構，讓服裝成為可穿戴嘅物理化空間記憶。再一次恭喜徐露露，多謝姜先生。好，嚟到今晚最重要嘅時刻，青年無職設計師大賽2025冠軍得主將會獲得獎金港幣5萬元，以及獲得參加首爾考察之旅嘅機會。我哋有請無職創新及設計協會主席許彼得先生為我哋宣佈及頒發冠軍獎座。有請許先生。冠軍得主係Jason 應邢君成 ，Congratulations！ 恭喜晒 Jason 應！我哋同時有請 Jason 嘅生產贊助高百國際有限公司嘅代表一同上台接受獎項，分享佢呢一份喜悅。Jason 應嘅設計主題係 Technic 2026軍職小隊，呢個虛構嘅系列係為之未來軍事部隊而生，大膽結合針織、油印與軍服嘅硬朗輪廓，以高密度織法展示剛柔並濟之美。我哋請大家一齊影返張合照先啦！再一次恭喜 Jason， 多謝主席，但主席請留步。